南投鸟落溪溪水哦嘛涨起来，因过爆发，嘛造成边个停车场淹水，根本是袂赴使离开。伫入米桥的边仔有一间教训班哦嘛淹水，几啊十台的教练车拢浸伫水里。另外，水里乡的水里路108项的附近，阁有山区信义乡的面德川哦，嘛有发生水崩山。日间看过，20-30只车辆全部拢泡伫水内底，车主无着大雨，今日来刷车，不过引擎已经入水，无法度来叮当。经过一暝风雨，南投市鸟落溪大水淹过堤防，造成丰顺道路边的停车场大淹水。当地居民表示，南投市最近实施路边停车收费，未少人将车辆放伫遮来免收费，无想到这厝全部都成了泡水车。好像整个已经淹过车顶了，因为我刚刚机车打开，里面已经整个都是到顶都是脏污泥那些了。莫爆站就袂淹啦，到落时啦爆站吼一定淹的啦，半暝啊都困唔知啦，半暝都淹的啦。另外，要用市区入米桥边的这处教训班的停车场，嘛是大水一片，这座深度超过脚头屋，至少超过50只车辆全部泡水，车主想要来刷车，嘛拢已经袂赴。唔捌，足久的啊，已经4-5年啊。4-5年来啊，啊，即摆就过来啊。日水里乡嘛传出灾情，水里路108项出现土石流，大批土石掺着泥水沿着巷仔滚滚而下，道路成了溪流，嘛冲入去民厝。我刚才7点多起床，我才发现当然会啊，如果越大当然会怕。另外，信义乡同款嘛出现土石流，路面被土石佮大水浸满，目前包括东埔川、明德川拢传出土石流的灾情，但21线目前无法度来通行，居民对外交通是中断。昨天晚上啊，差不多2点多到现在啊，当然很害怕啊。目前山区雨势游玩各地路，居民烦恼若是雨势还无要停，灾情可能继续扩大。记者南投综合报道。